錄音不在桌面轉了3圈，最後停住的時候，那頭正對着謝霆鋒的酒杯，杯底冚在實木桌上，聲音頓得像一聲悶雷。旁邊有人笑：裕鋒哥，你這杯敬誰呢？謝霆鋒沒抬頭，手指在杯緣上畫了半圈，開口的時候嗓子是啞的，像剛從廚房裡出來被煙燻過一樣。他說：敬我前妻。旁邊安靜了2秒，又有人打圓場：裕鋒哥喝多了。謝霆鋒笑了一聲，就是那種嘴角往上扯了一下，眼睛裡完全沒有溫度的笑。他說：我沒喝多，我前妻今天訂婚，你們不知道嗎？那是一個私人聚會。在場的人後來回憶，謝霆鋒那天穿了一件黑色的衛衣，帽子沒戴，頭髮有點亂，整個人靠在沙發裡，像一把放在角落裡好久沒用過的吉他，弦都重了。他面前的酒杯換過3次，第一次是威士忌，第二次是紅酒，第3次是一杯溫水。但是錄音裡傳出來的聲音，每一句都比前一句更冷。他說：我父親頭7都旋沒過，他在那邊擺酒，9億遺囑現在就是一張廢紙，我只求他別這麼丟人。這句話被放上網的時候是凌晨3點17分，熱搜爆掉用了12分鐘。從謝霆鋒像柏芝到頭7訂婚到9億遺囑，3個詞條在榜上輪流坐莊，像3個小孩藏一把椅子。有人把錄音轉成文字發在豆瓣，樓高到8000層的時候，管理員開廁所貼，鎖完又開，開了又鎖，來來回回搞了4次。微博那邊更熱鬧，謝霆鋒的粉絲在洗廣場，說這是私人錄音不應該被公開。像柏芝的粉絲在反向洗，說前夫管到前妻訂婚，這叫越界。中間旋夾着一大波純吃瓜的，在問遺囑是雜麼時候立的，寫了雜麼，為雜麼訂婚就讓遺囑變廢紙。第二天早晨7點，香港中環的便利店裡，3家娛樂週刊同時換封面，一家是謝霆鋒的黑白照片，大標題寫着心死；一家是張柏芝和那個穿白襯衫男人的側臉合照，標題是新開始。第3家最狠，直接用了2個半版，左邊謝霆鋒，右邊張柏芝，中間一道閃電劈開，上面寫着9億遺產之戰開打。那天的香港下了點小雨，雨不大，但是那種黏在皮膚上的潮氣讓人難受。張柏芝早上7點半出門送2個兒子上學，學校在淺水灣附近，從他住的公寓到學校開車大概15分鐘。狗仔的車跟了3輛，一輛銀色豐田，一輛黑色寶馬，船有一輛白色麵包車，麵包車的車窗貼着深色膜，裡面架着長焦鏡頭。張柏芝開一輛白色的7座車，他自己坐駕駛座，2個兒子坐在後面。Lucas 已經高了，坐在副駕後面那一排，腿伸出來能踢到前座的椅背。Quintus 船小一點，靠着車窗，手裡捏着一個變形金剛的玩具。車停在學校門口的時候，狗仔從3個方向圍上來。銀色豐田先動，車門一開，跳下來2個男的，一個舉相機，一個舉手機。相機是佳能的，手機是 iPhone，同時對着駕駛座窗戶拍。張柏芝沒搖車窗，他在裡面坐了2秒，然後轉過頭對後面越了句雜麼。Lucas 先下車，書包背好，搖到另一邊把弟弟接下來。2個小孩從狗仔中間穿過去的時候，臉上一絲表情都沒有。Quintus 的變形金剛掉在地上， Lucas 彎腰撿起來，塞回弟弟手裡，拉着他頭也不回地走進了校門。張柏芝這才搖下1/3的窗戶，雨水斜着飄進來，打在他右邊的臉頰上。他沒化妝，頭髮隨便紮了個馬尾，穿一件灰色的長袖 T 恤，領口有點重。狗仔的相機咔嚓咔嚓響，他偏了一下頭，避開最正面的鏡頭，然後開口說了一句話，聲音不大，但在那個雨天的早晨，每個字都清晰得像玻璃珠掉在瓷磚上。他說：我送孩子上學，你們要拍就拍，但不要拍到他們的臉。說完窗就搖了上去，白色7座車緩緩駛離，雨刮器刮了2下，把擋風玻璃上的水抹成線形的痕跡。
這條視頻半小時後被發上網，配的文案是像柏之送子上學，全程沉默，未回應訂婚一事。底下的評論分成三派，一派說他可憐，一派說他演戲，一派在算他那天穿的那件灰色 T 恤是雜麼牌子。有人查出來是某意大利品牌的基礎款，價格3200港幣。評論裡馬上有人說3200的衣服穿去送孩子上學，這也叫可憐。但真正讓這件事從八卦升級成社區新聞的，是下午2點左右流出來的一份所謂知情人士爆料。爆料罰在一個香港本地的討論勾 ID 是新註冊的，只罰過這一條。內容如謝霆鋒口中那個9億遺囑不是現金，是包含房產、股票、品牌股份在內的綜合資產池。受益人寫的是2個兒子的名字，但監護人一欄明確標注由謝霆鋒與張柏芝共同商議決定。而張柏芝一旦正式再婚，共同監護權的法律定義會發生變化，信託管理方有權重新評估資金使用方向。簡禪月就是如果她嫁了，那筆錢怎麼花，花在誰身上，謝霆鋒說了算。這條貼子的點擊量在2小時內破了8萬。有人截圖發微博，配文是原來9億的意思是你敢嫁，錢就歸我管。這條微博轉發過10萬，評論勾最高讚的一條寫着張柏芝這婚定得可珍貴。到了傍晚，事情又變了一個方向。有記者在香港機場堵到了謝霆鋒，他從北京飛回來，穿了一件黑色的風衣，戴墨鏡，步子很快。記者舉着手機追上去，問他關於那段錄音的看法。謝霆鋒在機場到他大廳的自動門前停了一步，轉身，墨鏡沒摘，但嘴角動了一下。他說那天私人聚會的話被錄下來傳出去，我不追究。但是我想說清楚一件事，那9億不是我個人的錢，是留給我2個兒子的。我沒有任何權力阻止任何人結婚，但如果有人想用我兒子的錢去辦自己的婚禮，那我只能把夾子夾上。說完他轉身走進自動門，門合上的瞬間，玻璃映出他側臉的輪廓，墨鏡下面的那半張臉看不出任何表情。那一晚，張柏芝的社交賬號發了一張圖，是一張手繪的全家福，畫風很稚嫩，像是小孩畫的。畫上有4個人，2個大人2個小孩，大人的臉沒有畫五官，只是2個橢圓，但小孩的臉上畫了彎彎的眉眼和笑嘴。配文只有2個表情符號，一個月亮，一顆星星。評論勾在1小時內衝進了2萬多條留言。前排的幾條是心痛，往後翻幾頁開始出現裝雜麼、立人設，錢才是真的。再往下翻，有人貼了一張截圖，是張柏芝以前在某採訪裡說過的話。他說：我這輩子只有2個作品，就是我的兒子。那條評論的點讚數在10分鐘內超過了15000。有人在下面回復說：那謝霆鋒的作品是雜麼？另一個人說：他的作品是一鍋番茄湯和一個9億的夾子。整個互聯網在那個夜晚像一口被架在火上的鍋，水已經燒開了，氣泡從鍋底往上翻，頂得鍋盒咚咚響。而鍋盒下面到底是雜麼？沒有人知道，也苦連謝霆鋒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說那句把夾子夾上的時候，手裏攢着的到底是一份父親的保護欲，還是一份前夫的掌控欲？又或者他自己也分不清楚。張柏芝家的燈那晚亮到很晚，狗仔在對面樓的停車場上架了夜視鏡頭，拍到他在客廳走來走去的影子，偶爾停下來，像是站在那裡看雜麼。第二天早上，清潔工在那棟公寓樓下掃到一張碎紙片，紙片上印着半行字，像是從雜麼文件上撕下來的。那半行字是：任何一方締裂新婚姻關係，則自動觸發監護人重新提名程序。那張紙片被風吹走，掃進了垃圾車。沒有人知道是誰撕的，也沒有人知道剩下的半張紙上寫了雜麼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這場戲才剛開始。謝霆鋒第2天下午出現在銅鑼灣的一棟寫字樓裡。
那棟樓裏有一家律師事務所，專做家族信託和遺產規劃。他跟律師談了3個小時，出來的時候手裏多了一個牛皮紙信封，厚得不像話。跟拍的記者喊了一句：峰哥是不是改遺囑？他沒回頭，上車關門，車子直接開往赤柱方向。赤柱那邊有謝賢住的老宅。那天晚上的香港娛樂新聞用了同一個標題：剪合不上，人散了。底下一行小字寫着：究竟是父親船是前夫？答案都在那9億里。謝霆鋒在赤柱老宅待了40分鐘。狗仔的車停在坡道下面，鏡頭對準鐵門，拍到他進去的時候是5點23分，出來的時候是6點07分。44分鐘比一場綜藝錄製的中場休息船短。但他上車的時候，手裏的牛皮紙信封沒了。當晚就有消息從老宅那邊透出來，於是謝賢在客廳拍了桌子。拍桌子的原因有2個版本，一個月謝賢罵謝霆鋒把事情搞到媒體上太難看，一個月謝賢罵的是張柏芝不顧謝家門面。但2個版本有一個共同點，謝賢最後越了一句話：我謝家沒有這樣的規矩。這句話被轉述了至少5首才流到媒體耳朵裏，但所有人都默認它是真的。因為第2天謝賢被拍到去中環喝茶，穿了件中式對襟衫，戴了副墨鏡，步伐比平時慢。記者問他怎麼看順子媽媽的訂婚，他把墨鏡往下推了推，看了一眼鏡頭，沒越話，轉身進了茶樓。那個眼神後來被截圖放大，做了各種表情包，配文從家門不幸到我想罵人，但我是紳士到你們這些記者煩不煩？流傳到最廣的是我謝家沒有這樣的規矩文字版，被貼在每一個相關貼紙的熱評裡。與此同時，像柏芝那邊也沒奸着。她的閨蜜一個叫亞美的化妝師，在某次直播裡不小心提了一嘴，與柏芝這個訂婚宴半年前就定好了場地，日期是去年年底算的，跟謝家一點關係都沒有。亞美越這話的時候，正在給一個網紅化妝，手上拿着粉卜，語氣輕描淡寫，像在聊今天天氣不錯。但直播間的彈幕瞬間炸了，有人截圖錄屏，3分鐘之內半年前定好5個字上了熱搜預備位。謝霆鋒團聚的反應很快，霍文希在第2天上午給幾家熟悉的媒體打了招呼，口徑統一，鋒從不干涉前妻私人生活，但涉及孩子和財產，他有責任表態。這個表態很高明，不干涉私人生活，把情感糾紛摘乾淨了。有責任表態，又把道德高地佔住了。霍文希在電話裡跟一個相熟的記者說：你們寫的時候注意分寸，重點是父親不是前夫。但這通電話的內容不知怎麼也被流了出去。記者掛完電話轉身就在群裡發了一段語音，與霍文希親口強調重點在父親。群裡的同行轉發再轉發，到晚上已經演變成謝霆鋒方試圖用父親身份壓住前妻再婚的敘事。輿論的天平在那個夜晚悄無聲息地晃了一下，像柏芝找住這個縫隙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，他在社交賬號發了一條帶定位的動態，定位是某個兒童心理諮詢中心，配文是定期聊聊，身心健康，沒有指名道姓，但所有人都在猜那2個字是不是父親。第2件，他被拍到帶着 Leo 一起出現在律師樓外面，2人站在門口說了幾句話，聲音聽不清，但表情明顯不愉快。Leo 穿了一件白襯衫，站在他身後半步的位置，雙手插兜，頭微微低着。像柏芝說了幾句雜麼之後轉身就走，Leo 在原地站了5秒鐘才跟上去。這段視頻發上網之後，評論風向開始出現第一次明顯的分流。有人開始說這個新歡看起來不太行，有人開始說柏芝是不是被逼的，船有一小撮人已經開始往他是不是為了孩子才訂婚的方向猜。但主流輿論仍然在罵他，罵的點從頭七訂婚變成了利用孩子洗白。就在輿論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謝霆鋒出現在納地某檔綜藝的錄製現場。那是一檔美食綜藝，
他是常駐嘉賓，每一期做一道菜。那一期他做的是番茄牛腩湯，做法很家常，番茄去皮切塊，牛腩焯水去末，小火慢燉2個小時。錄製過程中他話比平時少，主持人問峰哥今天心情不好嗎？他笑了一下，低頭切番茄，越沒有在想事情。切番茄的時候刀工很利落，一塊一塊大小均勻，但切到第3顆的時候他停了一下，手指按在刀背上，看着砧板上那灘公式的汁水，說了一句：人生有些東西碎了就拼不回嚟。這句話在節目播出的當晚上了熱搜。彈幕從心痛峰哥查到他是不是在碎婚姻，再到他是不是在虐他自己，最後有人總結了一句：峰哥今天做的不是番茄湯，是做給前妻看的。這條彈幕被截圖發到微博，轉了1萬多次。但節目裡旋有一個細節被大多數人忽略了。謝霆鋒在燉燙的間隙去了一趟後台，手機響了，他接起來閱了大概2分鐘，表情沒怎麼變化，但手指一直在按卓完。掛完電話回來的時候，他順手把圍裙繫緊了一些，回到灶台前對着鍋閱了句差不多了，然後盛湯、擺盤、撒蔥花，一氣呵成。那個電話是誰打的？閱了雜麼？節目沒有收音，但後來有工作人員在社交平台上匿名爆料，閱那天打電話過嚟的是謝霆鋒的律師，閱的是信託賬戶的一筆資金被申請臨時凍結。這個消息當時沒有引起太大水花，因為那個工作人員的賬號只有幾百個粉絲，發出嚟之後淹沒在信息流裏。但3天之後，當香港某財經媒體刊出一則簡短新聞，謝氏家族信託基金暫停部分資金流動，原因未明。那個匿名爆料才被人翻出來，跟財經新聞放在一起對比着看。對比的結果是，謝霆鋒在錄節目那天就已經動手了，而張柏芝在這幾天裏做了一件看起來完全不相干的事。他帶2個兒子去了遊樂場，坐旋轉木馬的時候被路人拍到，照片裏他坐在 Quintus 身後，雙手環着他的腰，下巴擱在他肩膀上，笑得眼睛彎起來。Lucas 在旁邊那一匹馬上，側過頭看媽媽和弟弟，嘴角也翹着。照片的畫質一般，像是手機隨手拍的，但勝在真實。那個路人在小公書上發了一組9宮格，配文是偶遇柏芝大娃，本人好瘦好白，對孩子好溫柔。這條小紅書當天下午被搬到微博上，標題叫像柏芝遊樂園照曝光，狀態輕從此未受風波影響。底下的評論比之前溫和了一些，有人越無論大人怎樣，孩子總是無辜的；有人越他笑得挺真的，船有人越 Lucas 長高了越嚟越像爸爸。最後那條評論被點了8000多個讚，又被人截圖發給謝霆鋒的超話裏一片沉默，沉默比罵聲更讓人不安。謝霆鋒從內地回到香港的那天晚上，媒體拍到他一個人開車去了舊居。那套房子是他和張柏芝婚後住過的，離婚後空置了幾年，偶爾有人去打掃，但沒有人常住。他把車停在門口，下車，站在門廊下看了好一會兒，然後拿鑰匙開門進去。燈亮了大概1個小時，熄了，他出來，關好門，上車離開。前後1小時07分鐘，比在謝賢老宅的時間長。沒有人知道他進去看了雜麼，但第2天有保潔人員被叫去打掃舊居。保潔出來之後跟朋友說，客廳茶几上多了一個相框，是倒扣着放的，看不見正面。保潔沒敢翻過來看，只看到相框背面貼了一張便利貼，便利貼上有4個字，手寫的，不知有點潦草，像是寫的時候手在抖。那4個字是雜麼？保潔沒閱，朋友也沒追問。但後來有人在一個圈內群裡發了一條消息，與謝霆鋒舊居那個相框裡放的是他跟張柏芝當年離婚時候的合照，而那張便利貼上的4個字句語是我對不起。這條消息的來源無法核實，但他在圈內流傳的速度驚人，不到2天就傳到了好幾個娛記耳朵裡。娛記們面面相覷，沒有人敢先發，
因為發出來就等於把謝霆鋒心情前夫人設往心裏推了一步，而這個人設正是他團最努力擁持的。但如果這個人設是自己裂開的，如果那4個字真的是他自己寫的，那裂開的就不只是人設，存有他一直以來在公眾面前那副冰冷、理性、掌控一切的面具。就在所有人都存在消化我對不起這3個字的時候，香港媒體拍到張柏芝和李奧再次出現在律師樓外。這次兩人沒有爭吵，李奧站在門口幫他推着玻璃門，張柏芝走在前面，手裏拿着一疊文件，厚厚一沓，裝在一個透明文件袋裏。文件袋上的標籤被拍到了一個角，上面印着監護權補充協議幾個字，字體很規整，是打印體。這條新聞出街的時候，配了一張非常刁鑽的圖。張柏芝從律師樓走出來，李奧跟在後面，陽光打在他臉上，他眯着眼微微抬了抬下巴，文件袋夾在右臂下面，左手拉着 Quintus。Quintus 仰頭看着媽媽，嘴巴張着，像是問了雜麼。張柏芝低頭對他笑了一下，然後繼續往前走。那張圖被一個營銷號截了局部，只留下張柏芝低頭的側臉和 Quintus 仰頭的小臉，配文寫了5個字。他在笑雜麼？這5個字被轉了300多次，轉發的文案五花八門，有人說他在笑星利，有人說他在笑心酸，有人說他只是在笑巍子好可愛。但最扎眼的一條轉發來自一個只有幾百粉絲的小號，那個號寫了長長一段話，最後一句是他在笑，是因為有人終於開始問他為雜麼要訂這個分，而不是他憑雜麼訂分。這段話被讚了100多次。謝霆鋒的團聚沒有回應，霍文希那幾天沒有更新任何社交動態，謝賢也沒有再去中環喝茶，只有舊居的那個相框依然倒扣在客廳茶几上。錄音門之後的第5天，謝霆鋒一個人回了香港舊居。這一次他沒在車裏坐，直接拿鑰匙開了門。狗仔在巷口拍到他的背影，門開了一條縫，他就側身進去了。門關得很快，像是不想讓任何人看見裡面的樣子。那天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毛衣，頭髮比之前長了一點，後腦着那一小撮有點翹，像是睡醒之後沒怎麼打理。舊居裡面的樣子跟上次一樣，客廳茶几上那個相框依然倒扣着。他走過去把相框翻過來，正面是那張結婚照，照片裡的兩個人挨得很近，張柏芝笑得眉眼彎彎，他站在他旁邊，嘴角帶着一點似笑非笑的弧度。他看了大概10幾秒，然後把相框重新扣回去，走到廚房打開冰箱。冰箱是空的，只有2瓶礦泉水，生產日期是去年3月。他拿了1瓶放在桌上，沒有擰開，就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了下來。那套沙發是煎米色的布藝款，坐了幾年有點塌陷，人坐上去佢微微陷進去一些。他靠在沙發背上，腿伸開，頭往後仰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很細的裂縫，從燈座旁邊延伸出來，像一條乾涸的河。他看那道裂縫的時間比看照片的時間長。期間他的手機響了3次，第一次是助理打來的。他接起來閱了一句今天不處理，然後掛了。第2次是霍文希，他聽了幾秒鐘，越讓我靜一靜，又掛了。第3次是一個沒有全名字的號碼，他看了一眼屏幕，沒接，手機放在沙發扶手上，屏幕的光慢慢暗下去。他坐在舊居裡大概2個小時，中間起來過一次，走到2樓的主臥，打開衣舉看了一眼。裡面旋有一些舊衣服，用防塵袋裝着，整齊地掛在橫桿上。他的手伸出去，摸了摸其中一隻防塵袋，然後收回來，關上衣櫃，退出房間。出來的時候，他手裡多了一個盒子，中式的，長條形狀，像裝雜麼細長物件的。他把盒子放在副駕駛座上，開車去了赤柱。謝賢那天在家。門衛通報之後放行，車開進院子，謝霆鋒抱着那個盒子上樓。父子倆在書房裡待了大約40分鐘，
沒有人知道他們聊了雜麼。但是當謝霆鋒出來的時候，那個盒子留在了書房裡。有傭人後來跟朋友間聊時說：先生，謝賢在書房裡坐了很久，那個盒子放在書桌上，沒有打開。先生閱了一句算了，也不知道是對誰說的。而張柏芝那幾天在做的事是完全不同的一條線。他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兩個矮子的學校裡。班主任說，以前他每個月來一次，錄音門之後那一周他來了3次，早上送，下午接，中間旋會跟老師單獨聊20分鐘。聊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孩子的心理狀態，有沒有被同學議論，有沒有看網上的新聞，情緒有沒有異常波動。班主任在第3次見面的時候建議他可以申請讓孩子在家休息幾天，等風頭過去。張柏芝想了想說，不用，他們早晚要面對這些，早一點學佢比晚一點好。這句話是班主任後來轉述給一個做人同心理的朋友的，那個朋友又轉述給自己的閨蜜，閨蜜在某個媽媽群裡提了一嘴，然後傳到了網上。傳出來之後，評論勾的口硬充他是為了洗白才帶孩子去學校，變成了他確實在認真當媽媽。這一輪的輿論變化很細微，沒有上熱搜，沒有爆詞條，只是緩慢地一點一點地在改變某些人對張柏芝的看法。但這種改變有一個代價，你要開始從張柏芝的生活中消失。訂婚宴之後第2天，利奧就被拍到獨自出現在機場，飛去了新加坡。當時媒體報道的標題是未婚夫暫離港，而因輿論壓力，配圖是他推着行李箱在值機櫃台前的背影。船是一身白襯衫，乾乾淨淨的，像來的時候一樣沒有存在感。張柏芝方面對外說，利奧是去處理工作事務，跟感情無關。但圈內流傳的說法是，訂婚宴從一開始就是張柏芝策劃的一出戲，利奧知情且配合。但沒想到事情潰鬧到那麼大，他有些扛不住了。有人在某新加坡論壇上發帖，如在濱海灣附近看到利奧一個人逛商場，手裏提着一個紙袋，裏面像是裝了衣服。貼紙裏附了一張偷拍圖，圖裏利奧在自動扶梯上站着，眼睛看着前方，表情有點兇。那張圖被轉回國納之後，配的文案是感覺他有點可憐。底下的評論分為兩派，一派越工具人而已有雜麼可憐的，另一派越至少他沒有出嚟趁熱度，比某些人強。比某些人強，那個某些人指誰？評論勾心照不宣。與此同時，謝霆鋒的清場動作在更隱秘的層面展開。霍文希在那段時間跟幾個品牌方的負責人吃了飯，不是飯局，是那種約在私人會所裡，3個人一張桌子的商務簡餐。吃完飯之後，原本有3家有意向跟張柏芝續約的品牌開始重新評估合作意向。其中一家是嬰幼兒產品的，去年剛簽了1年代言，到期日在3個月後，原本板上釘釘的續約突然變成了要看市場反饋。另一家是護膚品牌的，合作了2年，這一季的廣告已經拍完了，但下一季的預算自至沒有批下來。張柏芝的經紀人亞美後來在一個同行聚會上說，那段時間品牌方回消息的速度從半天變成了3天，再從3天變成了1週。他說，我們做了10幾年，怎麼情況未現過，這次不一樣。這次是有人在背後按着水龍頭，一滴一滴地放，不讓你渴死，也不讓你喝飽。亞美說這話的時候，在銅鑼灣一間茶餐廳，晚上10點，跟2個同行吃飯。旁邊的桌坐着一桌年輕人，其中一個女孩正在刷手機，忽然抬起頭跟朋友說：係張柏芝那個代言是不是沒了？亞美引見了，把筷子放下，看着那桌女孩，說了一句：船沒，但快了。女孩認出了他，擰了一下，然後低頭繼續刷手機。那條消息在當晚就出現在了某個娛樂群的聊天記錄裡。截圖上亞美的臉被打了馬賽克，但對話內容清清楚楚。張柏芝的代言面臨縮水，謝霆鋒那邊在清場。
截圖被轉了幾手之後上了某營銷號的推送，標題是像柏之遭品牌切割而有納莫，謝霆鋒團聚被指商業封殺。謝霆鋒團聚很快發了一個聲明，措辭謹慎，粵從未干預任何品牌的商業選擇，市場行為應以品牌方自主判斷為準。聲明發出去之後，評論區最高讚的一條是：那位雜麼你的律師在跟信託方開會？那條評論指的是另一個事件。同一周，謝氏家族信託管理公司被拍到在中環某寫字樓召開內部會議，時長3小時，出席人還包括信託律師、財務顧問和一名謝霆鋒工作室的代表。會議內容沒有公開，但會後信託律師在電梯口被記者堵到，問了一句話：謝先生是否在重新修改監護權條款？律師推了推眼鏡，粵無可奉告，然後快步離開。無可奉告在所有吃瓜群眾耳朵裏翻譯成了是：像柏之得知這個消息的時間比媒體晚了一天，他是在送完孩子上學之後，接到亞美的電話才知道。電話裏亞美把情況碎了，像柏之沒有立刻回應。他在駕駛座上坐了一個人，看着車窗外那個學校的門，門是鐵藝的，擦着白色油漆，上面有圓形的裝飾，看起來像童話裏的場景。他說我知道了，然後掛了電話，把車開回了公寓。那天下午，他做了一件之前沒有做過的事情，他打了一個電話給謝霆鋒。那個電話的具體內容至今沒有被曝光。像柏之的團聚未有提，謝霆鋒的團聚也沒有回應。但有人從謝霆鋒那天下午的行程裏捕捉到了一絲反常。他本來有一檔綜藝的飛行嘉賓錄製，下午2點進棚，但他臨時取消了，理由是身體不適。當天晚上，有記者在他家樓下碰到他出去買煙，他穿了一雙拖鞋，頭髮比中午更亂了，嘴角有一圈淡淡的胡臍。買煙的時候被記者拍到了附展的側臉。那張照片的高清版後來被放在一個八卦網站的專題頁上，頁面的標題叫謝霆鋒的沉默。照片下面有一小段文字，寫的是沒有人知道那個電話裡越了雜麼，但從他下樓買煙的動作來看，那個電話一定不短。而像柏之打完電話之後，在社交賬號上發了一張新的手繪全家福，跟上次一樣，4個人的輪廓，2大人2小孩，但這次大人臉上畫了五官，女人畫了彎彎的眼睛和向上的嘴角，男人畫了平平的眼睛和一條向下的直線。配文只有3個字：知道了。那條動態的評論區裡，最高讚的一條寫着：知道了雜麼？第二條寫着：知道了就別再爭了。第3條寫着：所以到底是哪個版本的全家福是真的？4條消息在同一時間段裡被編輯成了一張網。謝霆鋒打給律師的電話，像柏之打給謝霆鋒的電話，信託公司的會議，品牌方的沉默，Leo 在新加坡的獨行，像柏之在遊樂場的笑，謝霆鋒在舊居看天花板的2個小時，每一條線都指向同一個問題：那9億到底潰不潰動？答案沒有立刻出現，但在錄音門之後的第10天，像柏之的家門口出現了一個快遞，沒有寄件人名字，沒有公司標識，紙箱不大，用透明膠帶墊得很仔細。保安把快遞送到門口的時候，像柏之剛好在家，他拆開紙箱，裡面是一本相冊，相冊的封面是深藍色的硬殼，上面沒有任何文字。翻開第一頁是一張 Lucas 滿月時拍的照片，謝霆鋒抱着他，像柏之靠在謝霆鋒肩膀上，2個人都笑得很傻。第二頁是 Quintus 出生那天，謝霆鋒在產房裡握着像柏之的手。第3頁是4個人在海邊，Lucas 在堆沙堡，Quintus 坐在爸爸肩膀上，像柏之在旁邊舉着手機拍他們。相冊翻到最後一頁，夾着一張紙條，紙條上寫了8個字，圓珠筆寫的，字跡有點抖。不要讓孩子看到我們這樣。紙條沒有落款，但像柏之印字那個筆跡。
他看完之後把紙條夾回相冊裏，然後把相冊放在客廳那個倒扣的相框旁邊，兩個並排放着，一個扣着，一個合着。那天晚上他煮了一鍋粥，把兩個兒子叫下來吃飯。Quintus 喝了2碗，Lucas 喝了1碗。他坐在中間，看着他們喝粥的時候，嘴角動了一下，不是笑，是一聲很輕很輕的呼氣，像是懸了很久的東西終於落到了地上。落地無聲，但總算落了。那本相冊送到張柏芝手裏的第3天，謝霆鋒的律師團向信託管理方提交了一份新文件。文件不長，總共3頁，核心內容是一段補充說明，關於監護權爭議期間，信託資金使用蘇經雙方書面同意的條款暫時擱置，回歸到原始方案，即監護人雙方之一即可發起資金申請。這意味着謝霆鋒之前那套共同商議的收緊策略被他自己撤掉了。消息出來的那天，財經媒體的寫法很冷靜，越謝氏家族信託基金管理委運會發布公告，確認資金流動恢復正常，沒有點名，沒有情緒，一行字而已。但娛樂媒體把那行字翻譯成了人話，謝霆鋒認輸了，鴿子自己牽了，9億又活過來了。謝霆鋒未有回應任何一條翻譯版本。他在那天做了一件很小的事，去超市買了一瓶醬油，被路人拍到，發在社交平台上，配文是鋒哥親自打醬油。醬油瓶是透明的，裡面的液體深褐色，被陽光照得透亮。他列賬的時候塗現金，從皮夾裡抽出一張100塊的港幣，收銀運找零，他把硬幣放進褲兜裡。整個過程3分鐘。3分鐘之後，他提着醬油離開超市，上了一輛黑色保姆車。車窗貼膜很深，看不清裡面的表情。張柏芝在同一天下午做了一件看起來毫不相關的事，他去了蘭桂坊附近的一家畫室。那家畫室是他朋友的，平時不對外開放，偶爾接一些私人預約。他在畫室待了3個小時。出來的時候手裏拿了一幅畫，畫布不大，大概3尺寸，用牛皮紙包着，看不出內容。朋友約他在畫室裏沒怎麼閱畫，一直站在畫架前面，調色盤換過2次，最後畫完的時候把筆放進水裏洗了3次，洗得很乾淨。那幅畫後來被掛在了他公寓客廳的牆上，位置正好在倒扣的相框和藍色相冊中間。有一次直播的時候不小心掃到一角，眼尖的網友截圖放大，發現畫的是一片海，深藍色的海水和煎灰色的天空，中間一條模糊的水平線，沒有太陽，沒有雲，沒有船，什麼都沒有，就是海和天。有網友在那張截圖的評論下面寫道：他在畫邊界。另一個跟帖說：他畫的不是邊界，是休戰。休戰這個詞在那個時間點開始被越嚟越多的人使用。輿論的熱度像一鍋煮沸的水被人關小了火，氣泡從猛烈翻騰變成緩慢上衝，再到偶爾冒出幾顆。熱搜榜上謝霆鋒、張柏芝的詞條從榜1掉到了榜5，再從榜5掉到了榜20之外，中間穿插了新的瓜，某男星被拍到跟粉絲同遊日本，某女團承運被爆戀愛，某綜藝導演在酒局上越錯話被錄音，娛樂圈的輪盤從來不愧為誰停太久。但謝霆鋒和張柏芝之間的那條線沒有完全消失，他在更安靜的地方繼續延展。錄音門之後的第20天，謝霆鋒被拍到帶 Quintus 去了一家琴行，他牽着小兒子的手，在琴行裡逛了大概40分鐘，最後買了一把人同尺寸的吉他，公式的。琴頸上貼了一張小貼紙，是一隻貓。Quintus 抱着吉他出來的時候走在前面，謝霆鋒跟在後面，手裡拎着琴行的紙袋，另一隻手插在褲兜裡。狗仔隔了10米拍到 Quintus 忽然回頭朝爸爸笑了一下，謝霆鋒也笑了一下，那種只有對着孩子才配有的，沒有任何防備的，嘴角自然上揚的笑。那張照片流傳得很快。
佩文的風格跟之前完全不同了，沒有人寫謝霆鋒在立好爸爸人設，大部分人寫的是父子同框，好像長大了好多。謝霆鋒當爸爸的時候船挺像爸爸的。同一天，張柏芝在另一個地方被拍到，他帶着 Lucas 去了電影院看了一場動畫片。出來的時候 Lucas 跟他並排走着，比他高出半個頭了。他側過頭跟他越了句雜麼，他聽完之後把手裡的爆米花筒遞給他，他接過嚟倒了一些在手心，一邊走一邊吃，母子兩步調一致，走得不快不慢。經過商場中停的時候，有一群跳舞的小孩在表演，他停下來看了一群人。Lucas 在旁邊靠着欄杆玩手機。有路人拍了一段15秒的視頻，畫質一般，但聲音收得清楚。視頻裡張柏芝看小孩跳舞的時候笑了一聲，旁邊有另一個媽媽問他：你是那個誰吧？張柏芝轉過頭，越了句是，然後指了指 Lucas 陪我兒子來看電影的。那個媽媽點點頭，沒有追問，越了句你兒子好靜仔。張柏芝又笑了一下，越像他爸爸。那句話被路人的手機錄進去了，發上網之後，評論區安靜了好幾秒鐘，字面意義上的安靜，因為視頻剛發出來的前2分鐘未有人留言。第3分鐘開始出現第一條評論，寫的是他越像他爸爸。第2條是他沒有越像謝霆鋒，他越像他爸爸。第3條是所以在他心裡謝霆鋒就是他爸爸，不是別的雜麼。那條視頻最後被轉了100多次，沒有熱搜，沒有爆詞條，沒有撕扯，只是安安靜靜地傳播。有人在轉發的時候寫了一句很簡短的話：這就夠了。是的，這就夠了。錄音門之後的第30天，張柏芝做了一件事，他在社交賬號上發了一張照片，照片裡是那本深藍色相冊的封面，沒有打開，就只是封面。配文寫了5個字：搬家收拾的。底下有人問搬去哪裡，他沒有回。但隨後有媒體拍到他在南環附近看房，是那種2層的小獨棟，帶院子，院子裡有一棵鳳凰木。他跟房產經紀站在院子裡的樹下，指着2樓的2扇窗戶越了些雜麼。那2扇窗戶朝向西南，下午的陽光能照進去，不曬，但很亮。謝霆鋒那邊在同一天發布了一支廣告短片，是他代言的某高端廚房電器。短片裡他做了一道菜——番茄牛腩湯，鏡頭吸得很細，番茄切塊，牛腩焯水，小火慢燉，最後盛出來的時候撒了一把蔥花。短片結尾他沒有越話，對着鏡頭微微點了點頭，然後畫面暗下去，出現一行字：用心做自己覺得對的事。那條短片下面的評論前排是鋒哥加油，不要在意過去，向前看。翻到第3頁的時候，有人問了一句：所以那9億到底花不花了？下面有人回復他：花了，花在他兒子身上了，別的別問了，別的別問了。5個字，像一把鎖扣，把大部分追問關在了外面。錄音門之後的第45天，Leo從新加坡回港，他被拍到在機場出口等出租車，身邊一個行李箱，一個雙肩包，白襯衫換成了灰 T 恤，看起來比之前瘦了一點。記者圍上去問跟張柏芝船有聯繫嗎？訂婚宴還辦不辦了？他全程沒說話，低頭看手機。出租車來了之後，把行李箱放進後備箱，坐進後排。車門關上之前，有一句很小聲的話飄出來：他挺好的。出租車開走之後，記者們站在機場出口面面相覷。有人越了句工具人終於曬清了，有人接了一句工具人曬清還帶一句台詞。而張柏芝在里奧回港的第2天，發了一張新的全家福手繪圖。跟之前2張不一樣，這一次只有3個人，張柏芝和2個兒子 ，Lucas 站在中間 ，Quintus 站在媽媽右邊。畫上的張柏芝嘴角微微上揚，不誇張，但能看出是在笑。Lucas 畫得比之前高了一些，肩膀變寬了。
Quintus 手裏多了一個公式的東西，看起來像一把小吉他。配文只有2個字：身家。評論歐第一條留言是3個人剛剛好。第2條是那把吉他是不是謝霆鋒買的？第3條是不管是誰買的，孩子開心就行。第4條稅，所以那9億呢？第5條回第4條，9億不重要了。9億不重要了，這句話成為那天最熱的一條轉發文案。有人把它做成了一張金句卡，深色底白字，中間一行大字9億不重要了，下方一行小字重要的是孩子笑了。這張圖在朋友圈裏被刷屏了一陣子，不是粉絲，不是營銷號，就是普通人在轉。而謝霆鋒在那張圖被刷屏的那天晚上，被拍到一個人去了一家很小的麵館，他坐在最裡面的位置，點了一碗雲吞麵，配一杯凍檸茶。吃到一半的時候，手機響了，他接起來聽了一個人，粵了一句那就這樣吧，然後掛掉，繼續吃麵。吃完之後付錢，跟老闆粵了句好吃，走了。那家麵館的老闆後來接受採訪時粵，謝霆鋒走的時候站在門口看了一下手機，嘴角微微動了一下，不像笑，也不像哭，就像一個人終於看完了一部很長的電影，字幕在滾，他在等主題曲唱完再站起來。電影總會散場。錄音門之後的第60天，香港某週刊做了一期回顧專題，封面是謝霆鋒和張柏芝在2012年公壇上的合照，兩個人都年輕，都好看，笑得沒有一絲陰霾。大標題寫着9億落幕。裡面的文章很長，從他們離婚寫到離婚，從離婚寫到錄音門，從錄音門寫到南環的房子和身家的全家福。文章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：沒有人知道那9億到底存在不在，沒有人知道謝霆鋒和張柏芝最後一次粵話是什麼時候粵的什麼話，也沒有人知道那個深藍色相冊裡有多少頁是翻過的，多少頁是沒翻開過的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當一個人選擇在家裡掛一片只有海和天的話，另一個人選擇在機場麵館睡一句好吃，那兩個人之間的事情就真的翻篇了。翻篇的意思是不再計較誰欠誰，不再計算誰贏誰輸，不再把孩子的笑容當成籌碼，也不再在鏡頭前閱任何會讓對方夜裡睡不着的話。那本深藍色相冊後來被收進了張柏芝南環身家2樓的一個櫃子裡，跟他並排放着的是那個倒扣的相框。相框這一次被翻了過來，正面朝上，擦乾淨了玻璃上的灰塵。旁邊是那片海的畫，3個物件並排站在一起，像一個奇怪的家庭合影。謝霆鋒的舊居在6月底被掛牌出售。中介在售房網站上寫了一句簡介：粵位置優越，採光良好，適合家庭居住。沒有提任何關於明星的事情。房子續了2個月，據粵視續給了一對年輕的夫妻，帶着一個3歲的女人。搬進去的那天，有人看到那對夫妻在客廳裡掛了一張新的全家福，是他們3個人的合照，笑得眼睛都彎成月牙形。舊居客廳茶几上的那個位置從此空了，而張柏芝的新家院子裡那棵鳳凰木在7月開了花，紅彤彤的一片，遠遠看過去像一團火燒在枝頭。他發了一條動態，拍的是那棵樹，配文是今年開得特別好。底下有人評論碎花開了就怎麼都好了，有人問兩個矮子喜歡新家嗎？張柏芝在回覆裡打了一行字：他們粵院子夠大，可以打羽毛球。羽毛球的網船沒買，但院子夠大，這就是全部。錄音門事件過去3個月之後，有一個做娛樂自媒體的博主做了一期長視頻，標題叫9億不是錢，是個鴿子。視頻裡他把整個事件從錄音到訂婚宴到相冊到身家全部串了一遍，最後總結的時候粵了一句話：娛樂圈有太多離婚撕得你死我活，最後連孩子過生日都不知道在哪過的。謝霆鋒和張柏芝這一出從頭到尾都很難看，但他最後收尾的方式
反而比絕大多數人都體面。體面不是握手言和，體面是不再拿刀了。那條視頻的播放量是120萬，彈幕裏最高的一條飄過的是希望所有離婚的都能這樣收尾，不是為了自己，是為了那個抱着新吉他笑的小孩。那條彈幕飄過去的時候，視頻正好放到像柏之手繪全家福的那個鏡頭，畫上3個人站在一片空白裏，表情平和，沒有眼淚，沒有憤怒，也沒有假裝出來的盛大笑容，只是一幅很安靜的畫，像海和天之間的那條線。這場從頭七訂婚開始的輿論風暴，表面上是9億遺囑與新舊情感的撕扯，但深處是一場關於話語權的爭奪。誰有資格定義何為好父親，何為好母親？誰有權決定孩子該怎麼長大？謝霆鋒的失控錄音，像柏芝的反晒證據，品牌的沉默暫聚，媒體的逐漸拆解，每一層都是名利場對私人情感的徵稅。但當深藍色雙冊如新家院子裏的鳳凰木並列出現時，那些喧囂的自問突然變輕了。父母之間的輸贏，終究無法換算成孩子臉上的笑容。娛樂圈的聚光燈太亮，亮到容易讓人忘記，鏡頭之外還有2個正在長高的男孩，他們不看熱搜，不看遺囑，只記得誰送了自己一把公式吉他，誰陪自己看了那場動畫片。吃瓜至此，或苦我們最該做的是放下那份裁判心態。不是所有對抗都要分出勝者，不是所有裂痕都需要被填平。尊重一段關係，以他自己的方式走向平靜；尊重一個母親在廚房裏把那通未知的電話掛斷後繼續煮粥的背影；也尊重一個父親在舊居天花板裂縫下坐着的2個小時。瓜潰爛，熱手潰沉，但生活存在繼續。理性吃瓜，不過度解鬥，不替任何人決定他應該幸船是原諒。這或苦是對那一場持續了20年的連續劇最溫柔的散場方式。